根据内政部的统计，过来到台湾的新住民人口要到60万人。新住民除了爱面对语言未通、文化无同，那当着法律的问题，也常常找无人问。将法官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甲公益律师合作，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，保障新住民的权益。律师解说法律规定，按打证词，这位新住民的后生出车祸，但是伊对交通事故的处理流程无了解，所以来向律师请教。因为阮家车祸嘛，车祸我嘛对台湾的法律我拢唔捌，我是讲爱问清楚看，因为阮家即马拢伫爸无法度顶当，因为我嘛唔捌，好尾来我想说，上好去问律师问清楚，因为莫甲人后白过。根据内政部到今年1月统计，台湾计出的新住民人口有59.3万人。律师表示，新住民较接咨询的法律问题有婚姻、监护权、亲子关系等等，尤其若拄到爱行法院，大部分的人拢会紧张，所以律师毋但爱提供法律咨询，也爱按答个案的证词。来先甲伊按答，第二就是讲互伊了解相关的状况是安怎，爱逐讲，伊要提的迄个需求到底是啥物？为民事、为刑事、为行政责任各方面去甲做解说。这几年来有搁较侪查甫的新住民来到台湾，但是来问这个法律问题，大部分咱是讲咱是查某的这个新住民，我嘛希望就是讲咱这个查甫的新住民嘛会使知影这个资讯，嘛会使来利用咱这个服务安尼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表示，这几冬来讲，逐年差不多会有30-40个新住民来问法律问题，因冒翕法律的影片、翻做印尼话、越南话等等，帮助新住民了解台湾相关的法律知识，互因知影如何保护家己的权益。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。